我就叫做 Steve 啦嚇，施志偉啦。咁其實我就喺依家喺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做緊社工啦，係。我由1996年入職到依家啦，咁即係應該係都有成28年、29年嘅時間係啦。咁如果難忘嘅話，喺農屋嘅家服務入邊咧，對我嚟講好難忘嘅，因為我諗初我大學畢業嘅時候做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初係未接觸過社會服務嘅。我讀數學嘅時間出嚟我諗住從政嘅，係啊，諗住咧做一啲嘅社區議員啊，或者係做參選咁樣係啦，或者做老師嘅，因為讀過數學㗎。咁但係去到後期入邊咧，我嚟咗做嘅時候咧，就好中意呢份工，因為對人嘅工作好直接嘅服務啊。咁啊，去探訪啲農屋嘅街坊入邊咧，感受好深啦，係啦。無論係即係見到佢三格床啦，婆仔一齊生活啦，或者係啲嘅男士公寓啦，咁啊混合式嘅嘢啦。咁啊去到有啲街坊，依家我仲見緊佢哋嘅，都見到面就識得即係同我打招呼嗰方面，所以個感受關係非常之深嘅係啦嚇。咁農屋服務深刻體會嘅。咁另外就係新來嗰陣時服務，因為新來嗰陣時我由97年開始做到去到依家都有個服務。但係高峰期嘅時間咧，喺2000年之後嘅時間咧，好誇張。我哋一個暑假入邊咧，可以接待咧有成100幾200個學生嚟呢度上堂，而我編排咧一個暑假要編排10幾個課程俾佢上。咁一班係15個學生，10幾班，即係換句話，我係需要成唔同時段啊去編配。咁所以嗰個係深刻係好深刻嘅。但係睇住嗰批細路仔咧，一啲嘅成長啦，而有啲細路仔對同我依家都有聯繫嘅。有啲可能係做緊一啲社工都有嘅嚇，讀緊社工又有啦。有啲可能係初諗住做老師，而依家又出嚟做社福機構度做嚇，做一啲環保工作做得好嘅有嚇。咁啊，我覺得呢啲嘅聯繫入邊咧，都對我嚟講係一個嘅階段。唔單止佢嘅回憶，其實都係我嘅回憶嚟嘅嚇咁樣。咁去到呢10年嘅時間入邊咧，我就多啲關於樓宇入邊嗰個維修啊，咁以至到我去重新學習咩咧？就係叫做建築物管理條例。咁因為做樓宇復修入邊點樣去成立法團啦，點樣去申請資源啦？咁其實你知啦，以前做喺好基層嘅工作，即係佢哋嘅街坊嘅需要啦，申請公屋啊，衣食住行嘅需要啦。但係去業主嘅時間入邊，佢另一種需要困難啦，因為要籌咗個法團，大廈嘅嘢冇人理，唐樓冇人理，但係命令好多，會俾人告。咁以至到我攞去連結緊另一批嘅居民啊，就係業主。咁大家覺得啊，幫業主其實係咪社工係咪要幫業主咧攞資源咧？但係當你去體會嘅時間入邊咧，啲無論係老人家啦，或者業主法團啲委員入邊咧，其實承受緊好多嘅壓力，好多困難嘅。咁啊，當我哋去參與入邊咧，我哋做緊另一個工作就係點樣連結翻業主，無論係大廈自己嘅管理啦，以至到唔同大廈之間嘅連結，互相去互助幫忙。咁喺呢幾年入邊，我哋覺得最大嘅唔係幫到佢哋去解決一啲佢自己大廈嘅問題啊，或者去解除一啲命令啊，而反而更加緊要就係我哋連結緊唔同大廈之間嘅互助。我哋依家接觸緊2、300棟大廈，咁但係啲大廈入邊，我哋依家個互助組啊，20、30個嘅法團嘅委員代表一齊嘅。咁然之間，我哋每個月有定期嘅聚會啦，互相去聯繫啦、連結啦，以至到互相去幫忙啦。咁呢個我覺得都係我嘅工作入邊咧難忘體會啲嘅係啦。社工咧就係要將個 follow your heart 係啦，你真係要從你嘅心去出發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嗰樣嘢咧，你係一個工作咯，或者係一個事業咯，或者即係嗰個職業咯。咁但係喺我心目中入邊咧，呢樣嘢就唔係咯，係啦，因為你係真係會連結緊好多嘅關係喺度嘅嚇咁樣。我覺得社工入邊好多嘢唔識嘅，係啦。我覺得係好多經驗我哋係冇去經歷過嘅，喺人哋嘅經歷、人哋嘅生活入邊咧，會豐富翻我哋嘅一啲嘅體會嘅。咁自己覺得係真係自己嘅成長都好緊要嘅，即係原來喺佢嘅個接觸嘅過程入邊咧。你會自己反射翻自己嘅成長過程係點樣咧？係啊，而呢一樣嘢咧，你能夠更加敏鋭地人哋嘅需要嘅話咧嚇，咁我覺得呢種就係可能就係後期我自己學翻嚟所謂即係 empathy。對我嚟講深刻啲就係我去帶好多嘅實習學生嚟中心實習，喺年青人身上入邊咧，因為我諗今時今日年青人入邊咧，佢哋都好有夢想去做一啲嘅嘢㗎，但係個社會入邊嗰個限制、嗰個困難入邊未必去體會呢樣嘢，或者對年輕人嘅肯定啦。咁但係我睇到又都係喎，疫情幾年嘅時間入邊，啲年青人嚟實習嘅時間，佢哋其實同人嘅相處接觸係好少嘅喎。喺學校又冇乜真實嘅上堂啦，係咪？咁去到大學嘅時間嚟到，都好個好 baby face 咁樣嚟呢個成個中學生嚟嘅嚇。咁
咁但係到時間睇住佢哋一路路嘅成長，唔敢打電話唔識同人哋傾，好緊張，傾完之後心心跳。但係到後期又離開實習嘅時間，哇！同個街坊可以傾成半個鐘頭啊，或者9個字咧，都唔知道都會停咁樣。咁即係我覺得睇到佢哋成長嘅進步咯。咁呢樣嘢係體會得好大。咁我覺得喺睇到學生嗰種嘅心，佢哋肯去試，肯去學嘅話，其實對翻我哋嚟講咧，我哋都係唔好即係都要即係好似舊嗰套諗法，而係年青人嗰種進步睇法嘅時候，其實都對我哋提醒嚟嘅。我哋點樣可以做好啲咧？因為我哋都係一個榜樣俾人哋睇咯嚇咁樣。咁調翻轉嚟講，喺學生嘅身上，我哋學到好新嘅衝勁、好諗法。咁我覺得能夠幫助學生去完成佢哋一啲嘅目標嘅話，或者其實都係幫緊自己去睇個社會更加多啲唔同嘅需要咯，好多可能性發生都係啦。如果同年青人對話入邊過程入邊，我想講嘅就係當我哋你唔知道點解會揀社工啦，或者係，但係咧，當你去嘗試接觸嘅時間入邊咧，我相信你學到好多同人相處嘅一啲嘅技巧啦、諗法啦、信念啦。但係我覺得更加緊要就係將我哋嘅 value 點樣擺去學咗翻嚟時候，同你嘅生活去連結。而呢樣嘢最後就係由個心出發，即係我覺得係 follow your heart。但係個困難入邊咧，無論點都好咧，肯去試，肯去做。當你肯信嗰樣嘢去做嘅時間入邊咧，我覺得全世界好多嘢咧都會去改變。我有一本書好中意嘅，一個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啊！即係呢本書入邊咧，我諗係繼小王子之後，另一本書對我嚟講影響好大嘅嘢。咁所以我覺得係 follow your heart 去做嘅時候咧，呢個世界都會幫助你嘅。